喺香港呢個金融中心，我哋聽過好多財經傳奇，但係今集呢個故事咧，可能會徹底打破你嘅認知。有一位德國嘅00後，22歲就加入 OpenAI， 但係做唔夠2年咧就俾人炒咗喎。咁完全冇金融經驗嘅佢，居然親手創辦咗一間對沖基金，半年嘅淨回報高達47%。同一時間，華爾街普遍嘅基金公司平均都只係賺7%嘅啫。佢嘅基金規模喺1年半嘅時間，由2.25億美元升到200億美元，居然有接近90%嘅升幅啊！呢個被炒嘅 Gen Z 年輕人究竟睇到啲咩？係全世界頂尖基金經理都睇唔到嘅嘢呢？嗱，睇完呢條片，你會清楚明白3件事。第一，點解一個被 OpenAI 炒咗嘅研究員可以令華爾街嘅人通通跌晒眼鏡呢？第二 ，AGI 即係通用人工智能會點樣改寫成個世界規則呢？第三，最重要就係普通人可以點樣參與到喺呢一個 AI 浪潮裏邊呢？嗱，呢個後生仔咧就係叫做 Leopold Aschenbrenner， 今年只係得25歲嘅啫，前途無可限量啊！先講下 Leopold 有幾聰明喎。喺15歲嘅時候，當香港同齡人仲係讀緊 DSE 嘅時候咧，佢已經考咗入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成為史上最年輕嘅學生之一啊！去到19歲，其他人開始讀大學嘅時候，佢已經一口氣讀完數學、統計、經濟3個學位，仲做咗畢業生代表喺畢業典禮上邊去致辭啊！之後咧，佢就去咗牛津大學深造，最後仲要俾 OpenAI 嘅首席科學家 Ilya Sutskever 收為徒弟，加入咗全公司最核心、最神秘嘅超級對齊團隊 Super Alignment。簡單啲嚟講啦，呢個團隊嘅工作咧就係監控住 AI 嘅發展，預防未知嘅風險同埋咧失控嘅危機。但係做咗1年幾之後咧，佢就俾人炒魷魚啦。當時外界就盛傳佢偷咗公司嘅機密。不過咧幾個月之後咧，真相就開始浮面，大家先至發現原來佢被炒嘅真正原因係講咗啲其他人都唔敢講嘅真話喎。2023年年底 ，CEO Sam Altman 就諗住將 OpenAI 全面商業化，搶佔市場份額。但係以 Ilya 為首嘅安全派就認為 AI 嘅發展咧已經快到人類控制唔到，必須要先解決安全嘅憂患。當時 Leopold 就發現咗好幾個安全漏洞，就寫咗份詳細嘅備忘錄。年輕嘅佢唔理3721，越級跳晒所有老闆，就直接交咗俾董事會啊！結果喺2024年嘅4月，公司用泄露機密資訊、違反保密協議為原因，將呢一位天才即時解僱。換轉係普通人，一 grad 咗冇耐就俾人炒，可能都會謝晒皮啊！但係佢居然喺2個月之後，即係24年嘅6月，喺網上公開咗一篇長達165頁嘅研究報告，叫做 Situational Awareness 未來10年。佢做咗一個令到全世界都 O 晒嘴嘅預言。佢話人類會喺2027年實現真正嘅通用人工智能，仲推演埋 AGI 之後，全球嘅產業、經濟甚至係大國博弈會點樣被重新去塑造。Leopold 喺報告裏邊提出咗2個關鍵嘅概念，我就用最簡單嘅方式去同你講。第一，解除束縛 uncoupling， 即係鬆綁嘅意思。想像一下，你請咗一個勁聰明嘅員工。但係佢每次只係準答一條問題，又冇電腦 password 權限去做嘢，咁呢個咧就係當時 AI 嘅狀態係被綁得好死嘅。但係如果我哋俾晒所有電腦嘅權限佢，可以用埋唔同嘅 software， 仲可以24/7做嘢，咁佢就會由一個 chatbot 機械人變成一個真正幫你做事、解決複雜問題嘅員工啦。而呢個鬆綁嘅過程喺 Leopold 寫完報告2年後嘅今日，我哋已經係見證住 AI agents 嘅崛起啦。第二個就更加震撼啦，叫做智能爆炸。依家 AI 仲係追趕緊人類嘅智慧，但係如果有一日 AI 嘅能力已經可以追上，甚至係超越人類，佢就可以自己設計同埋去改良技術。嗱，你諗下，今日頂尖嘅 AI 實驗室可能有1000個人類科學家，
但係未來只需要有電同埋機房，我哋就可以瞬間複製出1億個 AI 科學家。佢哋唔使食飯，唔使瞓覺，工作速度係人類嘅幾百倍。我哋需要花幾年先解決到嘅難題，AI 可能幾日就已經搞掂。技術進步嘅曲線就會垂直爆升啦。正因為 AI 發展得好快，Leopold 就認為 AI 競賽唔再係科技公司之間嘅比拼，而係大國之間嘅角力，就好似21世紀嘅曼克頓計劃咁樣。當時美國喺2戰時期秘密投入巨額資源，喺極短嘅時間裏邊研發出原子彈，贏咗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餘，仲徹底改變咗全球嘅地緣政治格局啊！好啦，重點嚟咯，當全世界都以為呢一個被 OpenAI 炒咗嘅天才會走去搞一間新嘅 AI startup，或者跳槽去另外一間科技巨頭，佢居然做咗一件令人出乎意料嘅決定喎！佢居然開咗一間對沖基金，就同華爾街傳統基金嘅公司去挑機啊！當時好多人都覺得佢癲咗啦，佢就好似一個被港隊解約咗嘅劍擊運動員，突然之間話要走去做賽車手，仲希望揸到 F1 添。2024年嘅夏天，佢嘅基金正式成立，叫做 SELP Situational Awareness LP， 直接用咗佢嗰篇爆紅報告嘅名。出錢撐佢嘅人包括 Scribe 嘅創辦人 Carlson 兄弟、GitHub 嘅前 CEO、量化交易巨頭 Jane Street 等等。嗱，問題嚟啦，點解呢一班打滾咗幾十年嘅矽谷同埋華爾街大佬會課金俾呢個冇投資經驗嘅00後呢？原因係佢哋知道 Leopold 手上最值錢嘅咧，唔係啲咩嘅特別技術，而係佢熟悉 AI 行業嘅運作，熟到有預判未來發展嘅能力，可以比大部分華爾街嘅人更加快、更加準咁樣睇到 AI 會大旺同埋會淘汰啲咩嘅行業。傳統金融界就識得點樣去砌 financial modeling， 但係未必好了解 AI 底層嘅運作。當市場仲討論緊 AI 係唔係泡沫嘅時候， Leopold 已經睇穿咗 AI 背後最重要嘅3個硬指標啊，就係算力、電力同埋供應鏈。嗱，我睇完佢成165頁嘅報告，就幫大家濃縮咗4大核心預測。第一個預測就係 AI 超級週期仲未完結，會行到2030年年底。好多華爾街分析師覺得科技巨頭喺 AI 燒錢燒得太勁，就嚟要見頂。但係 Leopold 就完全相反，佢計咗一條數，科技公司投資算力工廠嘅錢其實係一級一級咁樣跳嘅。2023年仲係8億美金嘅級別，去到24-25年已經係加咗個0，跳到1000億美金。例如 Microsoft 同埋 OpenAI 合作嘅 Stargate 星際之門計劃，由多間科技企業去聯手打造 AI 數據中心嘅項目，預計投入高達5000億美元。去到27-28年更加會衝向萬億美元嘅級別，係幾何級數咁樣去上升。有趣嘅咧係，當大家都瘋狂買晶片股嘅時候，佢反而覺得晶片股已經炒得太貴。喺24年嘅時候，佢就睇到一個被忽略嘅問題喎，就係就算買再多嘅晶片都好，如果冇足夠嘅電力供應，啲晶片都係得個擺字嘅啫。咁於是咧，佢就買咗一份保險，用84.6億美元買咗一批 put option， 即係咧為手上嘅晶片股買咗一份下跌嘅保險。一邊就持有 Nvidia、台積電、AMD 嘅正股，一邊咧就買保險。嗱，簡單啲嚟講啦，就係留住呢啲正股嘅上漲空間，但係萬一股價下跌嘅時候，都鋪好咗安全網。同時間佢就玩逆向操作，重倉買入2間當時就嚟要玩完嘅礦場 Core Scientific 同埋 Iran。呢啲礦場最大嘅價值咧，就係已經鋪好電網、變電站同埋高壓輸電許可證。喺美國申請重新駁電咧，通常都要排期3至5年嘅。但係收購現成嘅礦場，再改裝做 AI 數據中心，最快12至到18個月就可以開工啦。係好多人都睇唔到嘅隱形捷徑啊！最有趣嘅咧就係 Leopold 喺25年嘅下半年買咗呢啲礦場改裝嘅 AI 數據中心之後咧，Nvidia 居然就喺26年宣布投資喺呢啲公司身上。
我之前出咗一條片，分享過 Nvidia 過去6個月嘅投資藍圖，點樣佈局喺算力、電力同埋光纖公司。嗱，有興趣可以睇翻喎。第二個預測就係能源咧係一道物理牆 ，AI 概念股最後會變成能源股。呢個咧係我自己覺得最反直覺，但係最重要嘅預測。當 AI 進入智能爆炸，用電量會指數級暴增。嗱，唔係講緊升1-2成啊，而係幾十萬倍咁樣向上跳。但係起電廠、拉電纜要好幾年，到2028至到2030年咧，一個頂級嘅 AI 算力中心嘅耗電量可能高達10至到100個 gigawatt。嗱，10個 gigawatt 就係等於一座超級核電廠全力發電，100個 gigawatt 咧就係等於全美國用電量嘅2成左右。咁所以未來真正嘅天花板唔係錢，而係電。黃仁勳同埋 Elon Musk 都公開講過，電力先係稀缺資源，甚至要計劃喺太空起數據中心，解決能源嘅樽頸喎。OK， 咁 Leopold 佢點樣落注呢？佢將基金2成嘅錢，即係高達8.78億美元，重創一間專做 on-site power 就地發電嘅美國清潔能源公司 Bloom Energy。令到數據中心可以直接用旁邊嘅天然氣發電，90日就已經裝好咗，完美避開公共電網嘅排隊，仲解決埋 AI 電荒嘅問題啊！而佢最新嘅動作就係喺2026年嘅第一季，大手買入美國本土太陽能同埋電池製造商T1 Energy， 精準壓住喺本土綠色能源嘅財政紅利啊！第三個預測同好多打工仔都有切身嘅關係。嗱，軟件公司會貶值，咁所以咧錢就要放喺 AI 複製唔到嘅實體生意。Leopold 就精準咁樣沽空咗印度 IT outsource 巨頭 Infosys。呢類公司主要係靠人手去寫曲，最容易俾 AI 去取代啊！咁啲錢應該放去邊呢？佢就選擇重倉買入咗快閃記憶體公司 SanDisk， 總共超過11億嘅美元。嗱，原因好簡單嘅啫 ，AI 越強，需要儲存嘅數據就會爆炸性咁樣增長，而記憶體係真金白銀要用工廠生產出嚟嘅硬件 ，AI 再叻都變唔到出嚟，咁所以個需求只會越嚟越大。最後一個預測就係 AI 發展將會變成國家級別嘅數位核武庫。Leopold 認為 AGI 嘅重要性將會升級去到核武級別。未來嘅數據中心會有最頂尖嘅 AI 模型，呢個 AI 大腦會儲存好多核心嘅檔案，等同於一個數位核武庫，將會成為各國嘅黑客最想入侵嘅目標。美國政府可能會好似管理核武咁樣去接管 AI 研發，派軍隊守住數據中心，變成21世紀嘅第二個曼克頓計劃。不過有個細節值得注意。雖然佢一直強調安全，但係睇翻佢嘅基金公開持倉，一啲傳統網絡安全股都冇買。點解呢？因為佢覺得嗰啲公司只能夠提供普通商業版嘅安全服務，解決唔到未來國家級嘅黑客入侵威脅啊！所以佢提前佈局 NeoCloud 新雲服務商，即係 AI 時代嘅算力包租公。曾經投資 CoreWeave，又收購咗 Nebius 5.6% 嘅股權。呢類公司專門將成千上萬嘅頂級 AI 晶片組成安全隔離嘅算力集群，租俾最前沿嘅 AI 實驗室。嗱，國家可以接管代碼，可以派兵駐守，但係冇辦法憑空生出幾個 gigawatt 嘅電力同埋部本冷卻系統嘅數據中心。邊個掌握到呢啲嘅數位核武庫？邊個就係未來大國博弈之下嘅地主啦。Leopold 極度重視持有對 AI 發展真正有用嘅實體資產，睇淡嗰啲容易被 AI 複製嘅軟件公司。而對於普通散戶嚟講，就有2個啟示。第一，喺工作上面 AGI 唔再係科幻片，而係最快喺1年之後就會全面實現嘅 reality。好多行業都會面臨改革，所以要搞清楚 AI 會點樣改變你嘅工作。第二，喺投資上面，雖然你唔需要好似 Leopold 咁樣去做空個股，因為個風險都好高，但係你一定要明白 AI 浪潮裏邊真正嘅賽道係喺邊度，就係算力、能源同埋基礎設施。想學習更多，歡迎按以下連結報名3小時免費網課。
到時會更加詳細咁樣分享我自己嘅投資藍圖，點樣以動能交易配合中長線環球資產配置，做好進攻同埋防守，同埋全新8大獨家 TradingView 指標，一個懶人包 Click and Paste 就可以複製我嘅設定，幫助新手更加容易去挑選領導股，掌握買入同埋賣出嘅時機。如果你中意呢條片，記得 Like and Subscribe。Investing is a lifestyle，我哋下次見啦，拜拜。